喺第88风采为日周年之前，台湾新闻业让研究会除了2年10多届在气象上变奏业让式，希望提供了相片記錄再會發生嘅天空老憧憬嘅過程，來影響大家對自然環境嘅尊重。高雄南馬下嘅村民經濟設立，還有高雄縣30用嘅加建重建過程，呢種預種嘅相片，都係去年88風災1年度，呢位記者田登國軍92年前日在起取得嘅珍貴記錄。台灣新聞業讓研究會會同呢條相片編做係業讓式，希望留作在後嘅歷史記錄。這些照片除了當時候的媒體播放之外，那其實是它還有一些的歷史意義或正面的教育功能。日本莫拉克影像技術業讓式，目前50世界台灣影像工作者嘅相片，透過業讓記者同在其嘅第一線觀察，而呈現一種天災嘅無情同人間嘅溫暖。災難發生的時候，每一個人不只說只是為了自己，而是大家相互幫助、相互扶持。那我覺得，在災區採訪，每天都會遇到這樣子一點一滴的感動。人定勝天這4個字到底存不存在？就我相信以前可能存在，可是當我看到那個景象的時候，我覺得這4個字就是整個就是破滅的。天災帶本人無窮款嘅相似，透過影像記錄，每個時時嘅提醒大家對大自然嘅尊敬。日本業讓式未為由逢74歲年邁，所得嘛為捐款專用，繼續嘅投入88災區嘅重建。客家新聞方啟上廖啟正台北報道。